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麻珍，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为维护治安，台南市政府民政局与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合作，以台南北区、东区为示范点，设置社区安全防护监视器，弥补警用监视器的不足，为市民朋友的安全做把关。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深入社区，拥有家家户户稳定的基础网路。为了回应地方在治安、天灾等需求的预警，和台南市政府民政局合作，投入社区安全防护监视器，现于北区和东区狭窄巷弄示范。各区分别选定12个点，总共架设24支，用时间同步的影像系统来弥补警用监视器的限制和不足，也令地方相当感佩。今天也谢谢我们黄市长为了我们社区巷道比较狭窄，然后增设了2组侦测器让我们社区有比较安全，有可套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巷道的巷比较小，然后反光镜的部分也做了没办法去死角，也没办法去实施去安装。然后今天市长为了让我们社区有这个功能起见，也给我们做了一些很好的监测器，也谢谢我们区长，也谢谢大家。真欢喜，在咱市政府的支持之下，先经北区来做咱社区安全防护网络监视器的迄个设置的一个示范点。那因为咱市长真关心到咱社区、咱民众的安全、出入安全。所以特别访问到公所来针对到咱地方较高有一寡事故发生的点，来保障来装咱这个监视器，会使随时互咱里长也是互咱的迄个警察单位来透过咱的手机来连线到，来看到咱的监视器，安尼随时若准做咱有啥物危险、有啥物无安全的所在，咱的警政单位拢会使透过咱这个网络来及时就来了解到讲，咱这个社区有安全性的需求，这嘛是保障着咱社区的这个安全。面对监视器的设立，在社区就像24小时警卫般的效果，也让市长黄伟哲亲自到场关心，包括民政局长江林煌、北区、东区安南区长以及许多在地里长和乡亲都到场见证。会中中嘉宽频三冠王双星总经理陈建春也亲自讲解，公司在短短2周就架设完成示范点，用5G 高画质、稳定、快速的传输来为社区安全把关。对此，市长也表达肯定该计划，以创造公共利益等3赢局面。拢总24支监视器，拢总12个点的这个示范点那希望用有线电视关键的稳定。快速传输，然后能够让我们的台南市变得更加的安全，然后变得更加的智慧。所以大家支持一个开始互大家乡亲知影讲，上主水甲三冠有线电视，除了阮提供有线电视甲这个宽频上网服务以外，其实我们也当帮市政府大家来做真侪代志，互咱呢这个城市更加来进步。社区用的监视器也就是我们跟有线电视业者合作，来在社区铺设监视器的点，那用租赁的方式，那跟社区跟业者合作，因为有线电视业者他们的光纤网路都已经铺设完成，而且直接架设镜头就可以马上发挥及时的效果。那这点非常感谢双子星跟三冠王他们率先能够这个跟市府以及跟民众这个充分合作，因为运用我们有线电视充分许多进入社区、进入家户的点，那我们在社区重要路口设置这个监视器，那能够让民众在第一时间在我们在不管是社区治安的维护，或是预防，甚至发生一些社区大小事情要调阅监视器的时候，都能够很快的能找到，而且这个维护的品质，这个监视器的品质，经过我们了解是非常非常好的市长黄伟哲表示，近日开箱示范以后，日后不限府城、西南、西北，只要大台南有需要的区域，都和有线电视网络合作，在最短时间内将监视器覆盖率大幅提升。记者顾恩吉、林银庚台南报道。
春节要到了，高雄市长陈其迈亲自到六合夜市发放红包，和市民朋友、商家热情互动拜早年，现场喜气洋洋，充满过节气氛。其迈市长来到现场。高雄市长陈其迈来到高雄著名的六合夜市，一一发送红包，将祝福和喜悦亲手送到市民朋友手中。接下红包的大小朋友都笑容满面，新年快乐，此起彼落，一片温馨。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这边来，这样比较快，来分两条。还是对面嘛？哎，对，这个好吃啊！哎呀，也good咯。咁签的，恁推荐的，咁签就是用恁个空的，你蒸馏的，莲藕，才这种蒸馏的，所以做的，对。随后他步入夜市内，逐一和摊商寒暄问暖，更以实际行动支持，大口享用料多味美的海鲜粥，香味四溢的麻辣鱼蛋，热气奔腾的章鱼小丸子，道地滋味的蛋仔面等等，甜品豆花也不容错过，琳琅满目的美食当前，令人食指大动，意犹未尽。1、2、3，再次。市府经发局表示，六合夜市自立路口设有专属的街艺表演广场，平时免费提供街头艺人非营利性的表演。春节期间将征召街艺团队排班表演之外，另外增设文创摊位专区，让春节期间来到六合夜市的游客，除了吃吃喝喝之外，更能够享受各种文化技艺体验。欢迎大家前往感受高雄的热情和在地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因消费习惯改变，现在采买冷冻年菜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奇美医学中心营养科团队与奇美食品合作，精心设计年菜菜单，提供民众多纤维、低卡又有饱足感的健康选择。农历春节越来越接近，各大超商、饭店也陆续推出外带年菜，不止多种菜色提供选择，同时也减轻民众筹备食材与料理的时间。不过，为避免民众误采高油、高热量与营养不均，奇美医学中心营养科也特别提供几项教导民众健康选择。大家都逐渐的在年菜中去转往选择现成年菜这一块，可是既然它有这么多的好处，其实它相对应还会有一些缺点在里面哈。就例如说它是冷冻包装的，所以说难免它其实没有办法添加太多的一些新鲜的蔬菜跟水果在里面。那再来第二个是它可能为了它的口感啊，还有它的层次感，所以它还是会添加比较多的一些食品添加物，还有它的高油高盐的一个部分在里面。那所以今天分享的几个撇步的话呢，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现成年菜，在取得刚刚提到的这些好处以外，又能够把那些缺点尽量降到最低。所以我们会分享2个撇步来和大家试做这样子。第一个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去增加一些蔬菜的部分，因为蔬菜富含的一些膳食纤维啊，还有它的维生素、矿物质这些微量营养素，再加上不同颜色的蔬菜，其实它都有它自己的植化素在里面。那这样子的一个营养成分呢，其实就可以很有效的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增加我们的一个抵抗力，让我们能够去抵抗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再来，因为蔬菜它本身就富含比较多的一个膳食纤维，又有低热量的特性，加上它又很有饱足感，所以其实它在整个年菜的过程中啊，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饱足感，然后去减少体脂肪的一个囤积的。那在第2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建议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建议要多摄取一些免疫相关营养素，所以啊，会建议大家，其实在海鲜或者是鱼类的食物呢，都可以多多摄取。除了多鲜饱足与海鲜低卡的年菜料理，另外奇美医学中心也针对有吞咽困难的长者，教导民众如何调理戒护。我们这边呈现的是用奇美食品的一个年菜，那经过搅打以后，再加入部分的市售商业配方。那其实我们只要把关键字塑形剂打进去，就是浏览器应该都可以找到市售很多种的商业配方。那依他们的一个标准制作步骤来去执行，就可以得到这样子质地非常均衡的一个料理这样。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它在进食的时候呢，比较不会去呛到，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质地，不会说容易离水啊、出水这样子。不管是外带年菜或针对长者调理的戒护食材，营养师建议都应该尽快食用完毕，避免重复加热，影响食材的安全。希望民众过年也能吃得健康，热量不超标。记者李英根台南报道。
第9届罗斯杯全国青棒邀请赛在高雄冈山棒球场开幕，全台共15校16队参赛。市长陈其迈也特别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高雄市第9届罗斯杯全国青棒邀请赛5号在冈山棒球场开幕，高雄市长陈其迈特别到场参与。除了感谢前高雄县长、高苑工商董事长于正宪在推动棒球运动的努力，更表示市府将在棒球推动、选手培育上和大家共同努力，期盼让更多高雄优秀选手站上全国甚至是世界的舞台发光发亮。在未来，不管是在美国的职棒大联盟或者是在我们台湾的职棒里面，也能够产生像我们高苑工商、陈伟英、林子伟、陈庸基、林英杰、杨建福等非常优秀的选手，也都从我们高苑工商或者我们今天来自台湾各地的我们这些年轻的优秀选手中产生也说不定。第9届罗斯杯今年一共有16队前来角逐，和一般赛事较为不同的地方是以1、2年级为主要的参与选手，借由每年一次的邀请赛，不仅让年轻好手有更多交流的机会，同时在高雄以及台湾的棒球运动中，这项邀请赛也逐渐成为大家非常重视的比赛项目。比赛所进行的方式都是采取国际的一个标准所以虽然是一个大家以为是一个小小的这个罗斯杯但是其实它都会有很多杰出的青棒的选手跟队伍来高雄参加比赛这个活动也越办越大那也深受所有的这个有高中学校的这个肯定。罗斯杯全国青棒邀请赛由高雄市高苑工商财团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会主办，同时受到许多罗斯界的好友共同关心、共同赞助，让比赛越办越大。今年将展开为期5天的赛事。地主队高苑工商是前一届的冠军，在历届赛事中一共拿下了6次冠军。今年当然也期待再次称霸，同时透过比赛让各地的选手彼此切磋球技，不断精进，以培育更多的优秀选手。记者高雄综合报道。专为学龄前儿童设计的卡通阿奇幼幼园于日前在高雄博尔艺术特区华丽登场，多种主题互动游戏及闯关游戏带领小朋友学习，启发他们的兴趣。小朋友开心敲打着互动游戏，这是为学龄前儿童设计的阿奇幼幼园特展，以温馨有趣又充满想象力、寓教于乐的学习体验，吸引着幼童们与家长们的喜爱。对，就趁元旦假期有空的时候，带家人出来一起玩这样子。那小朋友特别喜欢这样的卡通人物吗？有啊，因为大家就一直看啊，对啊，说要大家过来玩，他们就很兴奋，对啊。对，是特别来这边玩的，觉得这边现在人应该蛮少的，赶快趁这个时间来玩一下。所以你是蛮早，在10点左右就进来的。对，一定要赶这个时间，不然后面开始就大家排队都要排很久了。跟着多才多艺的阿奇老师和可爱的动物同学们，开始一连串活泼趣味学习体验，透过多彩多姿的互动游戏，启发幼童们的兴趣。许多家长利用元旦假期，带着小朋友来看展，并体验了制作音乐、吹泡泡、露营等多种活动。对啊，就是想说3天放假，然后早一天带小朋友出来那个游玩这样子。对啊，刚好有这个阿奇幼儿园的活动就带小朋友来，因为在家小朋友都蛮喜欢看这卡通的。有，我们已经要锁定好说来高雄要吃美食。对，我们等一下会去吃高雄那个汉堡。对啊，很开心，就趁现在可以大家出来玩，对啊，因为疫情也是，比较少大家出来啊，对啊，这样子。阿奇幼儿园特展打造多个陪伴小朋友们成长的主题，呈现充满美好回忆和欢笑的环境，让小朋友身临其境，体验乐趣。多样化的互动主题，静态的创造音乐与绘画，体验到活力满满的充气跳床及游乐区。再从时下最夯的野餐露营，享受到互动科技的勤洗手挑战，不只还原动画中的经典故事，甚至加码升级呈现。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
前身为台塑高雄厂区的台塑王氏昆仲公园，日前开放户外空间。园区内保留了创办人发迹时的办公室以及生产设备，让民众见证台湾石化产业的演变。台塑公园里遗留燃煤锅炉、烟囱和生产 PVC 原料的综合槽等生产设备，设计师巧妙地将它改装成装置艺术，融入公园里。另外还完整保留创办人发迹时的办公室和起居室等，展现台塑以厂为家的精神。所以里头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建物，那包含了王永在创办人的故居，那在这边是体现了有关于以厂为家的精神。那另外王永庆跟王永在创办人的办公室，他到现在都是原貌的保存。那我们也是希望藉由展示，能够让民众了解这一段对于台湾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原台塑高雄厂区在2014年关厂，市府和台塑基金会合作，透过都市计划变更，将12处历史建筑和1处纪念建筑保留，并且加以整修改造。台塑也基于社会责任，捐赠土地和维管经费，将厂区活化再利用。市府是透过都市计划变更，将2.5公顷的土地由工业区变更为公园用地。而台塑公司同时也把区内的3550平方公尺的土地捐赠给市府，那同时也捐助了8亿元来成立一个基金会。那以后这个园区会由这个基金会来统筹负责所有的修复的工程以及后续的认养跟营运的工作。这个建筑师非常的用心，都把早期的这些员工的宿舍、他们的办公室，还有包括一些生活的设施，还有这个非常几百年的这种老树都保存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到王永庆跟王永在创办人他们最早期在办公的一个地方都是原汁原味的，非常的有意义。现阶段园区已经完成户外空间，并且先行开放给市民共享。下一阶段将进行历史建筑室内装修和文史展示，以及招商进驻。里长和台塑退休的员工都很满意园区的改造，期待带动地区的观光发展。闭关峡谷盖好了，整个市容它这个改变也很好，能够打造这样子一个让全世界都知道一个台塑王国。我想站在高雄市民也与有荣焉呐。让外县市的人来这边值得一看，王永庆的过去跟现在的发展有个启示。民国56年进来的，上次46年40多年的时候就用那个牛车带拉货。早期那个王永庆创办人跟王永在创办人是怎么样刻苦耐劳、追根究底的精神来传承下去。台塑王氏昆仲公园里大树成荫，很适合散步休闲，而每一栋厂房、宿舍建筑和生产设备都富有产业发展的历史意义，成为工业遗址公园化的典范。记者张世明、赖昌邦高雄报道。成大医院在卫生局指导下，从去年5月起，为确诊及居家隔离的孕妇设立专责病房。截至去年底，已陆续照顾430名孕妇，并顺利接生115位新生儿，同时创下新生儿零确诊的纪录。这几年因为新冠疫情，有一些孕妇就算是打疫苗还是确诊。成大医院在台南市卫生局的指导之下，从去年5月成立专责照护病房，备有15床，其中9床提供确诊者使用，6床居家隔离，另外有3间产房。那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事情是，以前的产房可能就是一个区域，它只有就是确诊的妈妈，她可能就住在一个病房，然后我们把它当作隔离病房。但是成大做的很完善的事情是，我们把整个产房都很完整的动线规划，从急诊一直到产房、开刀房、生产室，到新生儿，到加护病，甚至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都设置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动线。那这个应该是在其他地方没有办法做到的地方。专责病房运用院方双倍以上的照护医护人力与物资，从待产、生产、产后安胎的全面照护，并且新生儿出生之后，立即与确诊者母亲保持2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避免飞沫传染而确诊。那陆陆续续照顾了400多位确诊的一些孕产妇，那也生了115位的新生儿。
在大家同心协力下，有非常完善的医疗照护，还有一些通道动线的一些设立。那所有新生儿都没有确诊。有医师分享，妈妈在生产之后看不到孩子，会担心孩子可能被感染，医护人员都会透过拍照、录影，随时提供孩子的状况，让妈妈能够放心。面对一个不太一样，她本来怀孕要生小孩应该很开心啊，可是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情，一个确诊事情，他可能没办法在他原本的地方生产了。但是到成大医院来之后，他就会发现说，每一件事情都按部就班，那大家通通都帮他设想好了，不管他是在医疗上需要的、生活上需要的、宝宝需要的，其实大家都帮他设想好了。成大医院专责产房的设立，在孕产妇最需要陪伴的时刻，让孕产妇无后顾之忧地迎接新生命，完成这值得骄傲的使命以及成果。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为唤起大家最为熟悉的台语歌谣，漫画家徐碧娟回到故乡台南后，用她专业的画笔和严苛的考据，画出一幅幅感动人心的歌谣意境，让人在看插画的同时，仿佛可以听见战后时代的声音，相当可贵。平时用一台平板代替手画板，徐碧娟就随处创作。自小就爱画图，科班出身的她走向专职创作。目前攻读硕士，在台南应用科大教授林宏哲和王胜文指导，让她离开台南30年后，回到故乡，就用她漫画专长，将一首一首战后的经典台语歌谣，画成一幅一幅感动人的插画。目前已经发表15首，帮助民众更贴近歌曲的内涵。视觉上，就第一个我们就是被它吸引了，然后再去看到它旁边的歌词的时候，再去搭配老师的图案，就觉得哇，好符合，然后更能够了解到这个图案里面的意境，那个图每一个的动作的意境。那个，我也希望让孩子们知道说，我们现在用的绘图虽然都是电脑绘图，但是还是可以画出不同的时代背景的意义哈，然后把一些家乡的一些元素拿出来作为创作的题材。好，所以为什么我会选择用数位插画来创作，而不是用手绘的方式？好，因为现在孩子都是用数位来创作了，所以我希望说以身作则，好，用数位的方式也是一样可以画出以前的时代背景。徐碧娟不只将台语歌谣变成插画，也锁定战后的台湾歌谣研究，每一幅创作过程都得花上很多时间来考据，增加学术上的参考价值。同时透过展览公开接受指正，他笑说欢迎民众来找茬。学霸展那个电线杆画错了，然后我自己在画的时候也没注意到，我画成水银灯，然后就有民众来跟我们说要画日治时期的木头的电线杆。那还有灯泡也要改变，所以这些都是从不断的展出当中，然后民众来跟你指点之后，以后会作为我把我的作品再作为一个修改，修到最正确的为止这样。每首台湾歌谣都有它的时代背景，有悲情，有欢乐。徐碧娟透过年轻一辈所喜爱的图像来记录，也是一份传承的使命感。所以日后希望留在台南持续创作推广，让大家在看插画同时，也可以感受那个时代的声音。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高雄市历史博物馆规划一系列乐活皮影学堂，由老师教长辈做皮偶、编写剧本到超偶演出，运用艺术治疗的概念，达到预防及延缓失能的效果。乐活皮影学堂里，长辈们操作自己制作的皮偶，演出自己编写的剧本，大玩皮影戏。有些剧本还是长辈回想在家乡时的生活故事编写出来的，演起来特别有感觉。他们从一些比较固定的套路的剧本，慢慢的熟练之后，他们可以加入自己生活的体验的元素，或家族里面的故事，或是当地在地的一些传说历史，他们可以慢慢的自己创作出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皮影戏的这个剧情跟剧本。
高雄市历史博物馆活用皮影戏，兼具光影、手作、肢体表现和口语表达的特色，规划一系列的乐活皮影学堂，有老师在多个长照据点带领长辈，从制作皮偶、编写剧本到操偶演出等，长辈们都一手包办。那我们选择的是用拓印的方式，因为长辈平常在据点，他们就有做过这些练习，所以他们会先用图卡去练习怎么样拓印，然后练习上色的技巧，喜欢自己什么颜色。练习完之后，然后再去做他的戏偶，用皮影戏的操偶、制偶跟剧本的演练。带到这个长照站里面的这个活动里面，让老人家可以透过皮影戏的这些相关的元素来针对他们的口语表达，针对他们的肢体，针对他们的记忆力，可以有相关的活动，然后可以帮助他们这个老年的生活。让长辈参与演出熟悉的传统艺术，就是运用艺术治疗的概念，大家发挥创意，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表现效果，能够让长辈减低负面情绪，达到预防及延缓失能的效果。那据点他们如果说有长期配合的美术老师，甚至他们自己的人员有这个能力，他就可以这样上课。那虽然是一个12周的学习，但是因为我们将皮影戏的元素拆解成制作、表演、口说，然后音乐等等的部分，还有光影游戏的部分，所以据点他们如果说他今天的长辈的兴趣比较在表演的部分，他就可以加强表演的部分。那如果说他们只希望做手作，那他就做完戏偶以后，就可以做出像这样的作品，让他们带回家。皮影戏是结合光影游戏、美劳手作、音乐演奏、口说练习等的综合艺术，透过多元创意的艺术表现，让长辈自由发挥，也能够激起许多平时意想不到的潜能。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许曼珍，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再会。